一早风采也造成中南部农业损失惨重，农委会前时嘅统计农业损失超过50亿。未来一张眼抢菜果子囤肉嘅价势怕路会过贵嘅哟。农委会会标出8000公吨嘅冷冻抢菜来平分物价，另外肉囤鸡肉也鸡卵呢，也今日怕路稀天呢。 虽然风采走咧，不过在风采期间，因为批发商同民众啊意气心理，所以菜价起价。差别因为市场都严重，批发的价势又略略降低。不过看下连锁卖场在中南部的供货产体受到伤害，价势还是不过起。 那整体的这个供货量虽然比较少，但是因为产地的部分也已经是受损的状况，我们预期可能在未来的1周甚至到3周，这个菜的价格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点。 透风采进步发布前后，青菜果子的平均价是起4上，水果对1公斤33克变到40克，起2上，牛肉略下略略起价。另外，同时菜的价是起5倍，葱的价是每起1.6倍。农民团体的冷藏库的部分，我们会协调，那么开始释出这个相关的这个冷藏的蔬菜是有很多像进口的菜、进口的一些根茎类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像进口结球莴苣啊、进口的高丽菜，来做一些进口的替代蔬菜的替代。因为日本农业损失都严重，未来2年青菜果子同肉的价势可能会起价倍。虽然有进口同冷冻青菜，不过在传统市场嘅片，那係批发商调低起价，可能會有很較高的價勢。民眾安買進前，請好生注意大概蔬菜的價勢。客家新聞林建儒、劉文輝台北報道。